先生早安，您请坐。先生安坐，请坐。先生安坐，请坐。早安，我可以向您问路吗？安坐，我是在同园问路吗？安坐，我是在同园问路吗？没问题，请问您要去哪里呢？没问题，请问可以去哪位呢？没问题，请问可以去哪位呢？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你怎么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。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。我去过美浓了。我去过美浓呢。我去过美浓呢。客家人通常都很努力。客家人大部分都当大兵。客家人大部分都当大兵。东市人是不是也一样呢？东市人是不是也穷样呢？东市人是不是也穷样呢？是啊，你有听过？嘿啊，你有听过？嘿啊，你有听过？吃不下3斤姜，不要嫁大毛铺庄吗？食唔落3斤姜，唔好嫁太毛铺庄么？食唔落3斤姜，唔好嫁太毛铺庄么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该是嘛个意思？该是嘛个意思？去看看你就知道。去看看唔是地嘞，去看看唔是地嘞。您是要从我们市政府这里过去吗？那对我们市政府列位过去系吗？那对我们市政府列位过去系吗？是的。嘿，嘿。您可以从这里搭乘152号公车。唔是在对列位坐252号公车。唔是在对列位坐252号公车。到达丰原的永丰原职场站，到丰原润丰原机场站，到丰原润丰原机场站。下车后转乘206号公车。落车了后，换坐206号公车。落车了后，换坐206号公车。至南平里站下车。到南平里站落车。到南平里站落车。再步行约10分钟，各行10分钟边，各行10分钟边就可以抵达。是到嘞，是到嘞。听说那里很有特色是吗？聽講各位已有特色係冇？聽講各位已有特色係冇？是的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是東市火車站舊站改建。嘿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係東市火車站舊站改建。嘿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係東市火車站舊站改建，將候車室改裝成陳列室，將候車室降做陳列室，將候車室降做陳列室，並保留舊車站旅客候車的長條座椅，並保留舊車站旅客候車室嘅床墊，並保留舊車站旅客候車室嘅床墊，很值得一看。真得看，真得看。哇，感覺很有意思耶。哇，感覺當有意思。哇，感覺當有意思。請問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？請問附近還有乜嘅好了解所在冇？請問附近還有乜嘅好了解所在冇？你去對地方了。唔去錯所在嘞，唔去錯所在嘞。園區後方是東風綠色走廊自行車道，園區後背係東風綠色走廊自行車道。園區後背係東風綠色走廊自行車道。風景很美，還可以眺望遠方客家山城。風景異象，還是在眺望遠方嘅客家山城。風景異象，還是在眺望遠方嘅客家山城。有空還可以去吃蜘蛛板呢。有閒還是得去吃拉茄板哦。有閒還是得去吃拉茄板哦。什麼叫蜘蛛板？乜嘅按做拉茄板？乜嘅按做拉茄板？
去吃吃看就知道了。去试试看是的嘞，去试试看是的嘞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出发。很好呢，我哋下次出发。很好呢，我哋下次出发。请问公车站牌在哪个方向？请问公车站牌拖哪个方向？请问公车站牌拖哪个方向？来，请您先到市政府正门口，请先到市政府进门口。请先到市政府进门口。过马路步行到对面就是公车站牌。高台路行到对面是迄公车站牌。高台路行到对面是迄公车站牌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哋咧落啦咯，我哋咧落啦咯。不客气，玩得愉快。莫客气，老了快乐。莫客气，老了快乐。